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5月2日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立法院会伫昨昏是继续审理国会改革法案，经过14点半钟的表决大战，那边两党伫人数优势之下，二读表决通过21条的条文。即马嘛排定日是拜5的时要继续审。也伫立法院的外口有民间团体和民众去现场，爱拿白甲国会三法退回，嘛抗议拿白没收民主。昨暗立法院外口有上万人南浦的抗议。立法院会开到半暝11点45分，若抗议的民众是伫饭店的时散场。民间团体即马是化为20时的时会阁组织一届。法国院会现在宣布，在场委员人数106人。赞成59人，赞成者多数。做以下宣告：增订第50条之一，照国民党党团、台湾民众党党团共同所提，再修正动议条文通过。立法院伫咧2日的暗时继续审查国会改革5法，经过14点半钟久的表决大战，那被考到人数的优势，二读表决通过21条条文，加一个将名调查权行使。11点45，立法院长韩国瑜讲，会议到这，2时拜5结果继续审查相关法案。这样子的扩权叫做改革吗？为什么国会的改革却是让立法院的权力越来越大，却没有自我监督跟反省？根本不愿意让阳光进入国会，所以国会改革相关的法案，对于民进党来讲，就是用所有可能技术杯葛。民进党的立委每一人手提着太阳花，合唱合韵的歌曲，多数天光，并无进一步发生冲突。除了调遐继续攻防，场外有差不多40个民间团体就民众伫咧立法院外口集结，抗议审查过程违背民主程序。虽然天气无啥好，落雨门啊，也过愈换人愈多。主办单位讲现场内要到3万人，要求退回法案。法案的条文不止程序有问题，还有很多破坏权力分立，还有很多侵害人民权益的地方。无完成三读，不过立法院程序委员会已经把国会改革法案列做2时议会讨论的事项，继续审查国会职权修正相关法案。目前，还有立法委员刑事调查权、听证权等条文，还有宪法检定表示国会罪等条文，还有等待处理。民间团体讲，2时会搁再招人来。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总统赖清德5日控就职了后，昨昏是展开无停歇的接见行程，接见咱的友邦巴拉圭、秘鲁和瓜地马拉这访问团，有接见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蓬佩奥针对赖清德总统的就职演说，予以正面的评价。严格中国台办是连续2天批评赖清德的就职演说，昨暗阁以青3字批评赖清德台独的立场，冲攻跟冒险。我要特别感谢贝尼亚总统在国际场合为台湾仗义执言。正式就任开始外交工作，总统赖清德2日开始马拉松式的接见，会晤巴拉圭总统贝尼亚访问团、波流总统会述人、瓜地马拉外长马丁涅兹访问团。赖清德讲，已经透过视讯接受瓜地马拉总统阿里瓦洛的祝福，互人认为上听台湾的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赖清德的就职演讲评价正悬。Congratulations. I thought your remarks yesterday were thoughtful and important. America, on a bipartisan basis, stands with the people of Taiwan and will continue to do so. 蓬佩奥国务卿在卸任后仍然持续关心台湾，是我们坚定的友好伙伴。今年是台湾关系法立法45周年，我们期待台湾和美国的伙伴关系将在实质的基础上持续扩大。赖清德的就职演讲2天来引起中国方面的反弹，国台办伫暗时发表千外字的答记者问题，搁再批评赖清德的演讲，用台湾地区领导人来讲赖清德，批评赖清德的演讲充满着敌意、抹人、
白贼加欺骗，两岸论述态度正苍秋，主张国家极烈，完全是一片台独的宣示。也讲民进党勾结外部势力，想要进行台独的霸人，就会反制天界。讲到中华民国加中华人民共和国互相无隶属，那是中国批评。前总统马英九也批评这是新两国论，和两岸面临无法度有质的风险加挑战。我以曾经担任8年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为台湾人民请命，呼吁赖清德总统要以台湾人的福祉为念，放下意识形态。修正昨天就职时公开宣示的新两国论，不要自误误国。严公村海基会董事长陈文灿认为，甲总统的表述看做霸人是自我否定，也讲两国论是李前总统所留来重要资产。记者综合报道。伊拉伫52091演说当中，总统赖清德嘛有提出善意，针对两岸观光，伊讲会当重新启动双边对等的观光旅游。咱国内旅游业者是希望政府6月份的时，会当解除去中国旅游的禁团令，呼吁政府应该先提出诚意。那观光署是表示，这部分需要各部会来协调。交流取代围堵，进行合作。可以先从重启双边对等的观光旅游，以及学卫生来台就学开始，一起追求和平共荣。讲到两岸观光，总统赖清德伫咧就职演讲时阵讲，会当自重新开启双边对等的观光旅游开始，不过是无讲要解除6月到中国的禁团令，所以当时才能解除禁团令，就连观光署也无法度明确的答案。这个事情我们还要跨部会协调，目前还没有更进一步的跟大家报告。旅游业者认为，重新开启双边的观光是信任政府的善意表达，不过现阶段要做的就是政府赶紧解除6月禁团令。若是官方的交流有困难，也会当先恢复民间的交流。但是上重要的是，台湾应该先提出诚意，不应该搁再有限制。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单位，你要跟对方谈，一定要拿出诚意，才有办法谈嘛。基本上你自己不拿出诚意，你怎么跟对方谈？所以我觉得我们自己问题很大，尤其去搞这个禁团令，让所有的观光产业非常不认同。旅游业者表示，目前中国已经释出善意，开放福建的民众到马祖观光。虽然不是大幅度开放，不过观光的人数应该是袂少。学者认为，政府会当先开放并谈到台湾的海上客运一个直航的复航，两岸观光才有重新启动的希望。如果说我们开一小步，大陆再快一步的话，大陆如果开放福建居民来台，它的大概整个恢复率会达到20%左右，我们就可以这个完全开放。这个组团到大陆去的旅游业者希望政府应该重视旅游业者的心声。若是新政府无法度解除6月初1的禁团令，所来无排除会有动作表达因的诉求。记者综合报道。同齐来关心天气，今日咱继续受方面的影响，天气同款是无啥稳定。咱同齐来看温度，这波方面。结果是无遐窄较散，主要是对流发电拢伫海面上较济，所以浪费时间嘛较长。也毋过，咱的天气同款是真无稳定，水气同款有较高。今日各地头同款爱细致地渐阵雨，也是局部性的雷公雨。尤其伫北部、宜兰、花莲甲中部山区，落雨机会会较悬。尤其过到了后，有可能下晡就出现局部大雨，嘛爱细致短时间内的强降雨，可能会出现单雷公甲强阵风。乡亲伫今仔日要出门，一定爱记哩早雨满雨伞。各地伫要落雨的时，是感觉较翕的。只是北部、宜兰、花莲高温有26度至28度，也若中南部含台东，今仔日高温有29度至31度。即马伫菲律宾东边的外海有可能会出现今年头一粒风台，气象署是表示，这部分目前爱个观察。另外，这几天因为黄酸雨的方面停伫咱台湾，所以伫拜五之前，咱台湾各地头的天气同款是真无稳定。气象署提醒讲，地流方面将会一直影响到这个拜五、拜三西半部一个东半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东部一个东南部地区要局部短暂阵雨，拜四、拜五是每一个所在拢有阵雨。明天跟今天一样，西半部地区、东北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容易出现局部性的大雨。星期四、星期五2天，在台湾附近的锋面结构就要稍微减弱一些，可是依旧不稳定。气象组提醒讲，雷雨包挖过来时阵会随时发特报，民众要注意
在验时强降雨。8日开始，这波梅雨方面向北边煞离开，但是后礼拜日如果另外一波方面会影响台湾，梅雨季的天气无稳定，落雨时阵可能还会弹雷公，雨正大，风正透。另外，伫咧菲律宾东方的外海这个扰动继续伫咧发展，有可能将这今年第1号风台。周末到下周的前半这段时间，可能会有看到今年的第一个台风的这个机会哦，但是应该是不至于去影响到台湾的天气。气象专家林德军也分析，扰动将这风台机会正大，估计伫27、28前后，中心伫台湾上晚，一若所来有过夜路线，将会以抛物线方式影响日本的东方海面，机会上大。记者综合报道。大家乡亲，咱同齐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冷感是女性癌症第1名，冷感的患者10年来人数增加5成。也若发现冷感发病年岁中位数20年来是对50岁延后到57岁，也毋过因为整体治疗冷感的人数有增加，所以少年患者人数嘛有变多。所以即马国健署是拍算要放量公费体检冷感的年岁，对即马45岁至69岁要放量到40岁至75岁。来看联合报，实施11年的健保补充保费的制度，健保署是拍算要调悬，即包括奖金、外劳啊、利息即金额要提悬。安尼补充保费的费率会变悬，拍算无限制金额，要提悬健保补充保费的收入。也毋过因为这部分牵涉到修法，所以伫今年应该是袂付实施。来看《中国时报》，台北市 U-Bike 开放前半点钟骑脚踏车唔免钱，实施将近3个月以来借车的有变多，也毋过违规的嘛变多。台北市的交通局即马要依照《道路交通处罚条例》提出检讨，对7月份开始，会员1年来若是违规逢记3点，会停款14天；记7点会停款1年。一若食酒也是食毒骑 U-Bike 红抓到，会停款2年，拢袂使借车。镜头来台中这阮伫昨昏早11点多，车厢内发生随机杀人的事件。一个20岁姓洪的查甫人，藏3支刀仔伫车厢内攻击乘客，包括嫌犯在内，计共有4个人受伤，也若伊犯案的动机也不明。一个查甫人伫台中坐运车厢举刀咧，甲4个乘客发生相拍，随后提起另外1支水果刀仔，往车厢另外一边攻击，现场发出惊吓叫声。中正第321早起发生随机伤人事件，20岁姓洪查甫人11点3分为最安江站上车了后，举1支菜刀、2支水果刀啊攻击乘客，最后互乘客合力制服，警方随后进站逮捕，也过查甫人放了了后，情绪真激动。我会打！我会打！你们弄什么？从水安宫捷运站上车后，因不明原因持刀攻击其他乘客，现场民众见状合力压制犯嫌。警方获报后，也立即派员赶赴现场，将洪嫌逮捕。看到民众表示，嫌犯为车尾上车，无讲话顶回攻击，列车伫市政府站停起来，来赶紧走出车厢。一开始没有讲话，就是拿出菜刀，我就喊说干什么，然后大家都往后跑。嫌犯者就有3公分的刀伤，由警方介护送去。公车西口甲下路的民众分别面向砍手骨拢有刀伤，当地便衣进行田的手术，也有另外1个人轻伤无送医。台中市长罗秀燕到便衣探视后，就会负责受伤的人全部医疗费用。中捷已经会付起全部的医疗费用。第二个，中捷也会派人在这边服务2位我们的市民伤患哈。警方查出，嫌犯是某医专护理科4年级的学生，伊的父亲伫南部经营诊所，对此感觉真自责。好讲，嫌犯表现真正常，也毋过进前因为病医实施压力大，今年4月申请停止实习。3个小朋友是别人的小孩，不应该是他们受伤害，这都是我做爸爸做不好的地方，我应该上去台中了解一下，再跟他们讲。在实习的过程里面，就有感受到实习其实压力非常的大。也造成一些情绪上面的状况，所以其实在4月中旬的时候，有提出这个停止实习的这个要求。
警方表示，嫌犯二早先带离台中市某汽车旅馆，甲受伤人拢无熟悉，目前动机不明。专案以杀人未遂罪嫌，报警台中地检署侦办。台中政府公司表示，代志发生了后，封闭市政府站，佮维持区间单线双向运行，离下昼3点已经恢复正常营运。未来会甲捷运警察合作调整勤务，提悬见警率。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捷运发生随机杀人的事件，各县市的捷运即马拢加强巡逻。因伫10年前的昨昏，台北市嘛发生第7个杀人事件。面对这款汹汹来的攻击，警方是建议除了爱冷静，嘛爱赶紧通报。万不至去拄到会当透过随身载的物件，亲像是雨伞，也是牌仔，和对方有开距离。警方伫各车厢详细巡查，高雄捷运维安搁再升级。而这么谨慎，是因为台中的捷运搁发生随机杀人案，各县市大众运输拢唔敢无注意。本队已增加各捷运轻轨站体巡守密度、巡逻警网数，由每日25网次增加50网次。设置搁再设置，就惊模仿效应。高雄警方增加捷运甲轻铁的巡逻次数，同警方嘛透过监视器即时监看。各县市捷运警察队拢伫站内提高见警率。啊，毋过这个案件难免互外界去想到10年前5月2日，台北捷运嘛发生电捷随机杀人案，迄个时阵造成4个人死亡，24个受伤。台北捷运过去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在平时的训练方面都有加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全面的警戒。伫电捷案了后，这种压倒犯罪事件伫台中运输也不时上演。大家好讲吧。甲乘客小客楼爬一个上去，都伫台北捷运站内倒啊夹出来人。2年外前，也有查甫人因为冤家，伫台北捷运车厢提家刀想要作案。敢若台北捷运道路上发生15件，代替原来发生铁路警察李成汉处理保镖问题，互人压刀啊致死死亡。这届佫发生杀人事件，也互公共运输车厢的安全机制引起讨论。每日啊都有编排这个超过80班次的这个随车的这个巡逻勤务，然后还有针对这个重点的站体编列这个相关的守望的勤务，来防止此类的事情发生。台北捷运表示，伫电捷案了后，包括站体配置至少1个保全、强化通报系统、车厢对讲机会当甲司机员以及现况中心建立3方通话机制等。不过民众伫列车行驶的时阵，伫车厢红麻麻的空间，拄到危险物品攻击，要安怎自保呢？你这样的去打，然后他会从这边断掉。我说你打的时候是拿后面用这边去攻击。伫代志发生的时阵，警方提醒保持冷静，佮通报，会当走就走，万一无法度闪，身躯的随身物品用来做防护工具，包括雨伞、黏雨伞尾、外套的落地啊，放重的物件走动，尽量甲对方离较远，保护家己。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有一个39岁姓简的查甫人，因为杀人未遂，被判刑确定，要互抓去关进前，伫这个月19，伊是对病院逃走出去。警方伫昨昏有公布伊逃亡的路线，有看到伊坐客运对家人坐到台北市的南京东路3明路口落车。警方即马呼吁民众，总讲有看到爱赶紧通报。画面内面一个查甫人摕2罐凉的，对其他的人客边仔行过，伊就是19对家人某咪病院逃走，涉犯杀人未遂的姓简的查甫人。伊讲伫家人西宁路的超商，伊伫遐偷摕凉的了后，就随个浪讲。他所在的医疗机构离开了以后是步行啊，那么沿着我们基隆的相关的路径啊，他应该是搭了某一线的公车。这个中正路往这个滨海啊，那我们还是同步的扩大来搜寻。家人警方公布世间的查甫人逃亡的路线，伊对基金一路行到安一路，了搁经过22路、21路，才坐大众运输往北斗子瑞丰方向迄边去。但对上新的画面会当看到，伊伫中途落车，搁改坐客运。19迄天，伊就伫台北的南京东路和3明路口落车。已搭乘大众交通工具至台北市下车，皆以徒步或沿骑楼躲避监视器行进，且任意穿越道路，随意搭乘公车后又下车，无逻辑反复绕行，增加监视器调阅困难。很抱歉，截至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办法能够寻获这个嫌犯。
这个世间的查甫人是伫去年1月的时阵，伫台北的网架对后壁一直对民众搁摕酒管共攻击，好佳在是互路边的人甲压制。法院是考虑到伊有司局失调判3年，而且伫执行进程是安排伊伫家人一间精神病院监护5年，但说探19休困时间浪讲甲打找无人。因为有长效的针剂药物的治疗，所以他的相关的精神症状得到一个稳定的控制，跟他在过去犯案的时候那样子的精神状态是有相当大的差异。监护处分的个案管理、个案离开的时间，跟他通报警察机关的时间，也是另外一个有疑虑的部分。卫生局指出讲，目前这个查甫人病情是真稳定，无使用暴力的情形，民众唔免伤惊。上司嘛要求病院要针对这案来说明，若有不当也是违反精神卫生法，会检讨病院的责任。嘛提醒民众，若是有发现敢若是这个查甫人的行踪，要随和警察联络。记者综合报道。伊拉美国的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合作，有伫纽约抓到一个23岁的台湾人，伊是伫网络顶悬创一个毒品的交易平台，全世界全球交易金额已经有美金1亿。外交部即马嘛确认讲，这个查甫人就是国合会外交替代役，伊派驻伫圣路西亚，伫纽约转机的时互抓到。小米顶悬清楚表示，每一个毒品的种类甲卖价，这是暗网匿名市场交易平台，透过加密网站登入，有上千上万的买主甲卖主，有冰冻、海涛丸、K 他命、海洛因、芬太尼拢有。透过包装做出风签寄送，美国司法部甲联邦调查局联合，伫纽约掠到暗网的负责人，竟然是台湾来敢23岁姓林的查甫人。林姓国人是在112年以资讯专长申请国合会外交替代役。经审查合格后，于同年11月3号派至圣路西亚，依相关规定请假，并经外交部核准，于5月18号离开圣路西亚，预计经纽约转往新加坡。于5月19号在纽约被警方逮捕。外交部嘛确认身份姓林的嫌犯是国合会外交替代役，替役前请假要飞去纽约转新加坡，伫转机的时阵互人掠到。目前驻美代表处甲美方司法单位保持联络。美国司法部表示，这个毒品交易平台比较电商网站，买主登入找找想要爱的物件，也就是海洛因、可卡因、摇头丸这些毒品。美方爱支付入场费，缴交毒品售价5%互平台做员工薪水加电脑费用，佮透过加密货币打造交易系统。如果是网络上被抓到，那通常就是美国它有一些这种所谓的全球网络的一些监控能力，他们就有能力去找到，就是说在暗网上面到底是谁来做这样子的事情。姓林的嫌犯打造毒品交易平台，美方查出2020年10月开始运作，较无4年全球的用户交易金额达到1亿美金，平台赚几600万美金的利润。专家分析，姓林的嫌犯利用真济因网络增加诈欺的难度，即摆互人逮捕。律师表示，因为牵涉到持续性犯罪组织，恐惊面临无期徒刑。治理黑道到老大的这个组织犯罪的这个罪名。这个部分呢，如果被定罪的话呢，最低是终身的监禁。那当然，问题就是说要看什么样的毒品。如果是芬太尼的话，会比较麻烦，因为芬太尼现在是美国最主要的毒品。美国最近因为中国大量出口芬太尼相关美中金融关系，姓林的嫌犯暗网平台有芬太尼交易记录。学者分析，美方会追查是不是跟中国有关系，台湾配合调查，未影响台美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新加坡航空一架对伦敦起飞的飞行机，21日时是拄到严重的乱流，赶紧降落伫泰国的曼谷机场。飞行机顶一个73岁英国的查甫人，那亲像是心脏病发作死亡。另外，因为乱流嘛，造成上无有71个人受伤。目前上新的情形是，无大概乘客已经坐另外一架飞行机离开泰国，飞往新加坡。无下安全带的人，迄人阵拢被弹落到机舱顶，真侪人受伤，大部分拢是伤着头。新加坡航空编号 SQ321班机伫泰国曼谷机场迫降，机顶的乘客都经历一场惊人的空中意外。People's belongings, clothing, cushions, teacups, plates, you name it, it's just
这台顶头载着211位乘客、18位机组员的波音777-300ER 型客机，是自伦敦的希洛斯机场出发，要飞去新加坡。新航发声明讲，起飞了差不多10点钟，伫飞过缅甸天顶伊洛瓦蒂盆地，高度37000英尺，差不多11300公尺的所在，拄到剧烈的乱流，飞机快速下降，然后快速爬悬几落百英尺，国产这边降落甲爬起嚟，才稳定飞行。时间90秒，造成几落10个人受伤，1個人死亡。สัญชาติอังกฤษนะครับอายุ73 ปีครับผม。新加坡航空被认为是世界上上安全的航空公司之一，这几年来拢无什么重大事故。顶一遍的意外是发生伫咧2000年10月，一辆船伫桃园机场一台波音客机走入去时间中关起来跑道，启动到时间中的机具，造成83人死亡。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伊朗的总统坐直升机雄雄摔落来，不幸过往。昨昏伫伊朗几内城市有举办哀悼，嘛因为发生事故的这架直升机是美国做的。着风声讲发生事故迄当时，伊朗要向美国讨救兵，也毋过互美国拒绝。人住伫伊朗城市大不里士，被非过身的领导人祈祷，有民众伫过程中忍不住流目屎。利益是伊朗总统莱西的丧礼第一天，当日伊甲外交部长等几名的官员伫出席活动了后，坐直升机经过山口时发生意外，机内人员全部罹难。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就宣布，全国会为罹难者哀悼5天。联合国甲真侪国家代表也拢表达慰问。The Secretary General expresses his sincere condolences to the families of the deceased as well as to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针对发生事故的原因，通讯局搜救队初步调查推测，直升机可能是关掉，也是根本无安装信号系统。这台直升机是美国坐贝尔212的机型，有伊朗前官员就指责，美国发动制裁造成伊朗无法度买所需要零件，直升机才会发生意外。也毋过，就伫传出事故的第一时间，伊朗官方并无向友好的中国两国求援，而是联系美国请求协助。We were asked for assistance by the Iranian government. We did make clear to them that we would offer assistance, as we would do in response to any request by a foreign government in this sort of situation. 美国表示，将其会拒绝协助伊朗，并毋是因为美伊两国的敌对关系，而是因为后勤原因。美国也强调，莱西过身并未改变美国对伊朗的基本立场。佮指出谴责莱西侵犯伊朗政权。伊朗已经定伫6月28举行大选，到时阵会选出新的总统。外国媒体分析，无论什么人当选总统，伊朗对内甲对外政策拢未有真大的变动，因为将其会决策权也是掌握伫最高领袖哈米尼的手中。公司新闻纽简编译。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即个月20用涉嫌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做理由，要求对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和哈马斯的高层发出逮捕令。不过，美国总统拜登是出面为纳坦雅胡辩护，强调以色列无去犯着种族屠杀，嘛认为这个逮捕令使人愤慨。ICC 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20指控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伫以下战争内面涉嫌犯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要求发出逮捕令。The crimes include starvation of civilians as a method of warfare, willful killing or murder, and intentionally directing attacks against a civilian population. 另外，哈马斯的高层伫去年10月是毒袭以色列，台湾的民众白走人质，嘛犯同款罪行。That these 3 Hamas leaders are criminally responsible for the killing of Israeli civilians in attacks perpetrated by Hamas. 纳坦雅胡是杜讲，这项指控是有够悍。哈马斯的领袖嘛背称相关指控。美国总统拜登随发表声明，替以色列来辩护，强调以下双方袂当放做伙来比。What's happening is not genocide. We reject that. We're going to always stand with Israel and the threats against its security.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是提出警告，表示讲国际刑事法院寻求逮捕令有可能会影响到加沙的停火谈判。美国的身份朋友大多数都和美国是徛伫咧同一个阵线，认为讲逮捕纳坦雅胡是互人无法度接受，但是法国和人无共，已经表态支持国际法定的相关规定。那国际刑事法院批准检察官申请的逮捕令，120几个缔约国拢有义务，伫伊行去伫因迄国的领土时阵甲逮捕。不过因为以色列本身并不是 ICC 的成员，纳坦雅胡和伊的国防部长并无随风掠走的风险。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英国公立病院伫1970年到1990年这期间有使用受污染的火，甲患者输血，致死超过3万人去患着 HIV， 也是死刑感染。目前已经有超过3000人死亡。这份调查报告伫20日时对外公布，讲这是一桩医疗灾难。英国首相苏纳克嘛向受害者和家属回失礼，也若赔偿的金额有可能要到100亿英镑。People put their faith in doctors and in the government to keep them safe, and their trust was betrayed. 由前法官兰斯塔夫爵士主持的血液污染调查，20公布用7年的时间调阅10万多份资料，访谈5000外有看到的人所完成的7大册2500页调查报告。1970年至1990年代这段期间，英国因为血不够，为美国进口血加血的制品，无疑过部分进口的血是犯人加食毒的，这高风险的人捐的，有死刑感染加艾滋病毒。国民保健署 NHS 无经过安全检验，就予白血病的患者手术的病患，也甲有新的负责人使用。报告指出，到1982年，当局已经知影血的安全有疑问，毋过选择隐瞒真相，甚至伫病人毋知的情况下进行临床试验。Over 30,000 people being infected with viruses which were life-shattering. Over 3,000 have already died, and that number is climbing week by week. 兰斯塔夫爵士指出，这件国民保健署1948年成立以来上届大规模的医疗灾难，不是一场意外，是为政府到上前线的医师明记知影过安尼做所造成的。调查报告公布了后，首相苏纳克伫国会议场讲，这是一天国家建效日，影响受害者甲家属回失礼，保证会转民生的赔偿。详细赔偿方案会伫2日公布，估计费用会达到100亿英镑。Today I want to speak directly to the victims and their families, some of whom are with us in the gallery. I want to make a wholehearted and unequivocal apology for this terrible injustice. 兰斯塔夫爵士2022年7月、2023年4月2届公布初期报告，都建议对受害者甲家属提供金额赔偿，已经有4000个幸存者甲7000个民众得到当局10万英镑的赔偿金。完整的报告公布了后，上大的在野党工党主席斯坦莫也表示会尽全力配合，因为这不是单一政党任内的代志，是历史共业。公司新闻汪慧文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世界。根据路透社报道，比利时政府表示，欧盟各国已经正式通过要甲俄罗斯中央银行放伫欧盟方冻结的资产所赚的利息，要甲这个利息的钱摕来援助乌克兰。因为德国嘛计划伫今年要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金额有38亿欧元。不过，根据外国媒体报道，德国政府今年甲打已经花71亿欧元去援助乌克兰的军事武器。来关心第2届全球人工智慧 AI 安全高峰会，昨昏起稿，包括 Google、Facebook、Microsoft、OpenAI， 还有中国、南韩、阿拉伯大公国一寡企业，计共16间相关企业共同签署 AI 技术的安全发展承诺。根据路透社报道，全世界头一部人工智慧法欧盟 AI 法案6月份就要起行，是限制政府袂使伫公共场所用 AI 监控人民。来关心阿根廷的总统米雷伊去西班牙访问的时，批评西班牙的总理夫人小贪腐，这是引起两国即马出现外交危机。西班牙外交部长表示，因为米雷伊无要回失礼，所以西班牙已经决定要永远撤回大使，西班牙嘛袂派大使去阿根廷。今
镜头甲转来咱国内，咱来关心伫今年3月份的时，新北市的空桥国际学校校车才骨气并且造成意外。早暗伫台北市文山磅空内底，阁发生车祸，校车嘛是那亲像是骨气去弄壁，这有造成3个学生囡仔轻伤。2个月来发生2件交通事故，新北市的教育局讲，学校保重视学生囡仔的安全，无排除要做出停止招生的处分。发生60岁林姓司机驾驶康桥下车，沿信义快速道路南往北行驶至近文山隧道北侧出口处，因驾驶失控撞击内侧隧道壁而肇事。当时车顶有8个学生，其中有3个人着轻伤，2个人送上病院去治疗，好加载拢无大碍。后续是接驳车来接。昨昏这个事故，甲今年3月份并且造成20个学生囡仔着伤，拢是空桥学校的校车，是无共款的游览车公司的驾驶嘛无共。当时校车驾驶到现场是无接受教育训练，已经互开罚2万块，嘛已经吊扣事故车辆的牌照1个月。咱2个月了后，空桥校车搁伫文山磅空发生骨气，并且去弄壁。昨昏的交通事故的这司机的资料，啥物拢有合格，嘛无啉烧酒赛车。那文山分局是表示讲，因为后来这路会较骨，民众赛车伫路顶就爱细钱。也来台南北区的东风路20下晡，是有一台游览车和客运在路里的时报要烧娘。警方表示，这2架车的驾驶即马拢已经互依照违反公共危险罪嫌送法办，嘛已经甲因开罚单。2台大客车20下晡经过台南市北区东风路后壁，民众行车记录器录到这个惊险的画面。看到2台大客车先是伫快车道竞赛，至正伫混合车道的时，这边的大客车也为外边加速换过做划线前路，2台大客车就安尼骑伫同一个车道，互相逼车拢毋相让，这互后壁外边骑机车的人是受到惊吓。红灯顶后灯顶因为遮个红灯顶拢规足紧，掠车拢开紧开啊，拢食人的机车道啊，迄足危险，都危险的。驶车驶呢，迄袂使无自家人驶游览车。迄驶遐大台，迄顶路里，这是危及生命的作用呢。民众认为2台大卡车驾驶完全将行车安全做咧算，其中游览车驾驶事后也甲警察局报案，指控长途客运驾驶恶意逼车。警方调查了后，若将2名大客车驾驶拢以违反公共安全、甲社会法罪嫌上办，也开单依法违规。非遇突发状况与车道中暂停，均违反《道交条例》第43条危险驾车之规定。本分局以治单举发，可处6000元至3万6千元罚款，吊扣牌照6个月。另驾驶涉嫌刑法公共危险罪及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部分，将依法侦办。2间客运公司对此拢无回应，也毋过2台大客车拢涉及危险驾驶，若爱食罚单，也有刑事责任。警方也呼吁驾驶人拄到行车纠纷，也爱保持理性。若爆发暴力的代志，警方一定救办到底。记者综合报道。也若新竹县竹北分局有一个姓潘的查某警察，即马是被指控伊涉嫌性交易作恶的。临检的时有看到伊，也毋过伊背回讲伊无伫遐谈，伊只是出入不正当的场所。即马已经封记大告，已经调职嘛，袂使配称。这种听起来让人都超心动的话术，朋友啊，绝对不能相信哦。西加郑昌秀翕轰炸宣导，这名姓潘的侦查组任职新竹县竹北分局，进前几下摆登上好人好事，也捌行入校园做一日讲师，即摆刷合日证据。用性感的姿态来翕相，店家强推的服务生，亲像都是涉案女警，涉嫌化名芊芊来接客提供全套服务。时间杀回到5月70暗6点半，伊伫执勤时间，一个人走去新竹市。迄天暗时9点半，辖区警力临检发现伊伫掠人店现场。5月15，伊的所属分局协报展开调查，这名女警也防野出欠钱买毒食咸菜，也毋过经过流检了后无食毒。他从警服务大概5年，那家境小康，也未曾听有经济上或者是特殊的癖好。现场负责人表示认识潘女，
令中信柜台小姐表示，潘女前往拜访谢姓负责人。虽然谢女警讲是到料理店去找朋友，无做不法行为，也毋过涉及无正当的场所，已经放用大锅钓鱼，佮禁止配枪。继续厘清动机，警方也讲谈会，只要重视性教育熟悉，都会直接态度。警察如何提高这些大家的私德的部分？首先，第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们这些只能从个人教育以及心理的这些支持这个角度下手。我们目前对于这种支持面的概念，大概都仅止于出事以后去处理。为警察涉诈涉毒，一摆佫有女警疑似性教育。警界防治事件一直出现，有学者建议，安怎强化警员的职业认同感也真重要，更加建议上级加强平时的关怀甲辅导。记者综合报道。今仔高雄伫半暝时发生奥多拜机车相撞，双方是冤家相骂。有一名是找7个朋友老人来赞声，佮想要伫警察头前起骹动手。那另外一边是找里长来质疑警方想要抓案。姓陈的查甫人违规下双轮线到对向的车道，弄红灯伫行姓李的男性未付闪弄起哩。事故发生伫咧5月18半暝11点，高雄凤山5甲2路甲南河街路口，双方就安尼发生纠葛，警察到现场无偌久，姓李的男性就捞7个人来。姓陈的查甫人找阿姊几乎来协助，说互姓李男性的人包围，对方当警察内面呛声要拍人，因惊甲里长求助，毋过里长到现场说互警察动落来。警方甲我赶啦，讲无你的代志，你闪啦，对，当事人老遮调啦，我讲我是里长来，我是里长，我是来了解什么代志呢？陈小姐指控讲，警察明明就伫咧现场，说干那赶人，要甲人带转去警察局。现场警察答应讲要办这件案件，想要交去派出所了后，警察干那办车祸，无办对方涉嫌恐吓，后民众真失望。他出来只拿了车祸3联单给我，我才说不对啊，然后我才2度带他入所。我跟他说不对，我们是要告叫嚣。承办员警才导向说，告车祸到时候只是告来告去，浪费时间。让我感觉到这就是劝退。10多分钟，再至吴家所提出告诉，警方受理约1小时后，依规定开立证明单，未有推诿不受理之情事。警察解说讲，并无提责任唔办案，姓李甲姓郭的男性，先后依照妨害名誉、恐吓等罪嫌函请侦办。另外6个人是依照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街头暴力高风险分子，警告袂使搁再犯。记者高雄报道。真侪学校拢在欠台语老师，高雄中学顶个月就头一届办理台语专任教师的甄选，69个人来报名，也毋过拢无半人录取，引起批评。高雄中学表示讲，因学校有开教评会，重新检视甄选的流程，发现是拢无问题，所以因尊重评审的决定。伫即马本土语言课程已经踏入高中学的课纲，本土语老师的需求也增加。高雄中学伫4月有要招1位台语专任老师，总共有69个人来报名，6位正入复试，不过煞无人录取。成功大学台文系教授张伟文伫面册讲，70分才录取，上悬分是考69.45分，这个真算无公平。台湾南社也接到老师的投诉，要求高雄市政府彻底调查规个过程。拢有符合资格哦，有领到教育部的这个台语证书的这个老师呢，你伫面试内底上悬分顶个头66分安尼尔啦，安哪有公平？啊，化学平均至少拢有拍到82分以上啦。张教授也建议甄选的5位评审有3位无台语的专长。高雄中学讲，这3位国文加社会科的评审老师，其实也有本土语加教学的专业，强调学校无轻视本土语言，按算伫咧7-8个，会阁招台语代理老师。我们并无违反教育部对甄选这个教师内底伊的规定。伊个4年前数学科嘛，捌出现重缺的情形，绝对不是因为歧视本土语。鼓励孩子来修选，那当然高雄市一定会支持，所以我们未来还是会持续来开缺。教育局讲，今年高雄中学是高雄市第一间招台语专任老师的中学。针对甄选的过程，向中表示，初步有开教评会，检视规个流程，也比对评分，认为拢无问题，所以尊重评审的决定。因那教育局讲，
未来高雄市会继续开本土语专任老师的课。记者综合报道。为着鼓励生囝，云林县政府有提出真侪补助，即马哪亲像有看到效果？伫云林生第4胎会当领13万。若目前上新的统计，云林伫1月至4月已经有超过1500个红婴仔出世，有估今年出世红婴仔嘛超过5000个。婴仔拄出世，爸母来到产楼护理站，看到家己的囡仔足欢喜。住伫云林的黄先生，今年4月底拄做老爸，嘛顺利领到云林万保良计划新生儿津贴补助6万块。欲望是还好，只能说我们本来就计划要生，但是会减少不少负担，是真的啦。预产期是7月底，多少可以减轻一点负担。为了提悬生育率，云林县府提出2年云林万保良计划，若伫2024-2025年生，前3胎会当领6万块，第4胎开始13万。根据统计，今年1月到4月，县内新生儿人数有明显增加。1月到4月，咱同期来比较，已经增加490名的这个新生儿。咱来用安尼来推估，咱今年这个云林万保龙，咱1年5000，2年1万的万保龙计划，应该会当顺利来达成。社会处表示，今年1月到4月，全县请生育津贴有1542个，比去年同期1052个增加490个，计共发9000多万的津贴。希望县府趁2年推出2年6亿提悬生育率的计划，会当顺利达成。记者综合报道。伊若为着要防止天狗节，即马云林和嘉义是同齐签 MOU， 甲梅山和古坑列做同一个联防区域，要来成都探白网。消毒人员入去厝内底消毒，徛喺外口，确保人员若示范安怎清除探白网，检查倒位积水高生网虫。在1中昼，云林县政府甲嘉义县政府做伙伫嘉义县大拿举办天狗节的消毒演习，佮签订联防区域的合作，要防止天狗节的疫情。今日看今日的所有的迄个演练吼，安尼每一个即个爱注意的这吼。到巡吼，这一个步骤吼，再吼慢慢去宣导啊呢。登革热防治大概没有办法用县市的分割来当做一种所谓的思考，它必须要很多邻近的县市大家一起合作。嘉义县梅山乡去年因为有民众去云林古坑做工课，感染天狗热了后，佫拖去大拿民雄德家这附近乡镇。为了防止今年佫出现天狗热的疫情，造成出血性的天狗热，所以今年嘉义县提早做准备。今年的疫情呢，到5月20号，我们国内的这个登革热的个案有大概250例，而且超过了近4年的同期的个案的人数。去年是第1型的登革热。今年啊，佫等到第2型的登革热，重复感染致死率很高，就有所谓的出血性登革热，所以我今年一定要把疫情带落来。嘉义县去年天狗热的病例计共242例，嘉义县政府表示，天气刷落来会愈来愈热，网虫嘛可能愈来愈多。透过实际演练，若训练相关单位会晓应变，嘛希望民众爱做伙重视天狗热的防治。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台南关点前的冷角，全台湾上济，即阵当是采收期，也毋过当地人口老化加上欠工，致使今年种的面积嘛减2成。农民骹手溜了，无偌久规桶装满。即阵台南花店所采收的菱角是市面上较罕看到的4角菱，这参2角菱的差别是栽种甲采收时间无共款。农民为着菱角照色相，用2种品种的时间做连结，互鸟仔规冬拢有物件通食。菱角采收全靠人工，面对人口老化加上请无工，农民只好家己做潜水团落去办。做事的少啊，老的死的死。少年都无听，无讲就无效啦！你看，咱命啊，你看，就安尼尔啦。我从小看到大，然后我希望小孩子是往科技方面的走，不是往农业走。至少不用晒太阳吧。伊一开会当生7届至8届左右，所以咧，因咱每一条路，你搭主人甲你拢去甲掀，所以这个人工的部分，到至目前佫嘛是佫无解。农会指出，关田早前种地界面积有400公顷，近来因为欠水，加上无人愿意做这道，地属面积减2成。另外，林角鸟生态教育园区指出，近来鸟仔受到外来种侵害甲真严重，其中泰国高带甲亚洲4卡占上济，因强制甲林角鸟生的卵拆食落包。地属民间拼死想办法做解决。因为我那试过啊，我捌用棒棍啊，
啊用网啊，我网啊用落掠了吼，用迄4万块的网啊落掠，结果拢位面顶个跳出去，吼，阮怎啊尾啊用科技的方法是上紧的，而且嘛是较有效的。尽管是外来种，也有青豆丁，嘛是拖家规世界。农民烦恼买手应该未来产能了乱。生态教育园区指出，目前也无出现，万一若有，因讲会赶紧通报，派人来掠。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文化新闻来关心8月份要开始的台北艺术节，今年是以时间博物馆做主题，透过戏出要让民众看戏，重新思考历史。欧巴剧场演出相片透出时代感，这是剧场导演李焕雄1986年伫咧戒严尾期的小剧场运动中，一出讲外来者的创作。虽然已经经过38年，台湾嘛已经民主化，但伊认为台湾社会也是一直有外来的入侵者，所以甲完全无经历过戒严时期的少年导演吴子敬合作，融入无共时代的思想，要伫今年的台北艺术节重新演出现代的版本。比如说，我就说了，台湾是一个由闯入者建构起来的一个岛屿啊，就是说台湾的历史就是一个被闯入的历史。那这么多年之后呢，这个题目还是存在，只不过世界变得更透明或更复杂。在这个资讯很爆炸的情况下，我觉得大家其实是忧郁的。然后我在以前他们1986年的时候感觉到的是有一个很强的焦虑。然后我在想，现在我们如何让这个忧郁的时代跟过去的焦虑去做一个激荡。今年的台北艺术节以时间博物馆为主题，让民众伫即马这个时间去看过去迄个时间的故事。除了有戒严时期相关的作品，嘛有讲日本时代西来安事件、台湾平埔族群抗日失败的戏出。大历史拢是一款成功者、胜利者的咧描写这种的历史，但是呢，正港的史观是一个有胜利者、嘛有失败者的一种史观，所以咱更较了解拢祖先因行过路，咱可以用你对着因的路，咱能行更较清楚的未来。主办单位表示，节目伫历史主题下骹有实名、白色恐怖、性别、甲生命等等相关的内容。因希望观众走入时间的博物馆，重新看历史。记者王可选、柯明在台北报道。伫咱台湾，根据统计，60个岁以上时代，平均13个内底就有一个持着失智症。已经成立11档的关怀台语剧团，有编一出在讲失智症的戏出。希望大众会当来了解什么是失智症，嘛爱加关心厝内的时代。哦，哪有一个臭火干的味啦？母啊，你先煮啥？无啊，你逐摆嘛无。代志记袂牢，困无好，个性改变，这拢有可能是失智症的症头。根据国健署的资料，台湾65岁以上的时代，平均13个人都有一个失智症。中华关怀台语剧团就编一出咧讲失智症的戏出，播出失智症患者的无奈，甲照顾者的心情。这是一个社会剧，也是一个家庭的剧，尤其一寡少子化的现象，吼，即嘛老人问题，吼是愈需要来重视，吼，所以这个剧本嘛，希望观众吼会当来看，来反省家己的家庭，吼到底有这个现象无？成立11年的关怀台语剧团，团员有30多人，以台语剧本为主，每礼拜固定时间练习，搁请专业的编剧老师来教课，让团员讲台语嘛练演技。一开始成立的时阵吼，就是想要用台语，透过台语吼的剧场来推展台语。迄阵成立到即阵已经11年啊吼，啊，阮每一年拢有新的戏下咧演出安尼。关怀台语剧团表示，过去嘛捌搬过环保、亲子、族群文化这个议题戏剧，希望民众唔来当听到优美的台词，看到好看戏出，嘛透过舞台剧的演出，让大众做伙关心社会议题。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因若困有饱眠，才有精神。啊，不过现代人真侪人拢有困眠的问题，科学家即马就当在研究要安怎才会当帮助咱人困的入眠。发现讲白噪音会当互人放较轻松，若是依照声音的波长分出无共款的色水，安尼来听中价评论的粉红白色噪音，会当帮助咱困较入眠。
这是咱真熟悉的白噪音，真侪人是用伊含外加的杂音加起来，放松心情，提升专注力。不过因为谱长无同，噪音嘛有色水无同，咖啡色的噪音是较低较强烈，青色的噪音是伫白色和咖啡色之间。西北大学的研究人员当在找会当促进侵占困眠的理想背景的噪音，发现讲这比白噪音更较柔，中间频率听起来敢若是落雨，也是流水声的粉红啊噪音，因发现伊的效果上好。The reason why we use pink noise is because the distribution of sound frequencies mirrors the distribution of brainwave frequencies we see on the brainwave tests on a sleep study during slow wave sleep. What we're trying to do with this research is to stimulate or boost slow wave sleep, which is one form of deep sleep. 困眠品质的好歹会当影响到人类的健康和记忆力、专注力。现代人拢真晚困，困眠的障碍嘛愈来愈普遍。真侪人是惯势伫困前听一寡轻音乐，还是上半只宗教冥想音乐，互家己较放松。对各种色水频谱的背景噪音的研究，虽然比起来是真新的领域嘛，真受关注。In older adults, we can enhance their slow waves, and that they have better memory recall after sleep when they got the sounds versus after sleep if they did not get the sounds. 研究人员讲，这项研究除了会当促进好的困眠，可能更有较侪对健康的好处。即么各种主流音乐的应用程式，都已经会当找到白噪音和粉红啊噪音的放送表，表示讲支持者真侪。专家提醒讲，若是要用来互家己困眠较好，会记得爱用大白棒，毋是用耳机，才袂去损害听力。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天气报你知，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是27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23度，上悬有29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1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29度。外岛的温度21度至28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一支手机啊，